比一个，所以当时因认为，第一先即款完全伊就不失去，伊这个一发了后，伊就水体毛色干。但是呢，因为咱众生凡夫，你甲点啊迄话，伊嘛知迄是啥物件，伊嘛发现着个啥物件，因为众生所看拢是外口的物件，拢看是表象的物件，因为伊为了地位啊，看着伊实相，迄个心灵的世界，所以来讲，即个恶目神通来发现，你发现着你家己有一个灵明的知识，有一个清净的发现。啊，然你上佛陀就大不开，西天西天虽远，西天虽远，轻轻到，马上到。所以讲远在千里，啊近近就近，对，讲这个道理。但是无呢，凡夫呢，伊才查这个物件，所以伊绝对无了解这个物件，所以伊来做来讲，凡夫不了出世，不识心中的净土。啊，愿多愿失，啊，你东方念经，你西方，啊，若西方念经，啊，袂往对去，啊，所以呢，西方念经啊，要走入东方来，走入东方去，啊，走入东方，走入东方去，所以呢，伊即个物件完全的讲起，众生拢伫外口咧谈的，换一个解说，愿多愿失的意思，就是拢伫外口咧找，但是伊无法度内心找着你家己迄个识透，你自己迄个本性，你完全了解。所以愿东愿西，无人在处一般，无人咱会知影在处。所以来讲，迄个在处在什么处？所以叫做处所。咱今日受命书一指，即个基础，即个叫做基础。无人在处。基础，这个基础一定，这个基础一定，这个叫做哪？这个叫做成地，嘛叫做成地法。但是呢，因为今日咱合作来讲，无人在处一般，因为会当体化人，会当识透的物件，所以咱合作，咱伫迄个迄个大讲，知无极限，任何贵头讲，知有极限，大家看得知你这里所在，这个知应该安尼啦，知有你这个极限地，这个极限地是讲啥物件？这个极限地就是讲咱这个一处地叫一处地，一处地，所以咱就直接离佛有52菩萨位内底啦，伊第一就是讲实性。第二就是讲叫做实住，第三就讲实行，第四就感觉实回用，第四叫做回用地，第五叫做讲地，这个地就是讲实地，实地初地、二地、三地、四地、五地、六地、七地、八地、九地、10地，这叫做实地。50加上庙甲经，我52菩萨位，佛家安尼算这个52菩萨位安尼算来，所以这个一处地，就是咧讲，咱的心地，咱今日见到一款的地，因为你42菩萨位内底当中，迄爱会见到地，迄爱叫做宽教全教，咱我过去讲叫做宽教菩萨位，全教菩萨位，因为伊也会达到实教，伊也会达到实教菩萨位。伊要有个是，伊要宽教，什么叫做宽教？迄个宽就是讲，伊要100%净土菩萨，但是我会当用一个讲权巧方便、宽卡方便。你甲讲小心吗？伊嘛是小心的。你讲大心吗？伊嘛是大心的。啊，无安尼来讲，因为伊个叫宽教菩萨，叫做全教菩萨位。实教呢，就是讲一地来，初地叫做欢喜地，欢喜地啦。所以人过去有讲弄来讲，你这个有见地菩萨，你已经建立这个实教，你真的懂东西，你已经了解心性的这个法门，你了解实教。
一地。啊，这个石头一地甲讲起来，就是因为分做初地、二地、三地、四地、五地、六地、七地，到七地啊修正一地，到第八地叫做不退转地。好，这甲讲起来开始就是讲十地菩萨，但是因为建一份的地啊，着破一份的发心，着建一份的无明，破一份的无明，建一份的地，破一份的无明，建一份地。所以呢，到十地这段来叫做是破无明业。咱华早头讲过，第一个建立阿罗汉初果，来叫做思想，二果、三果就叫做思想，术的思想物件建，所以建立表象，术的对头开始。咱来有丁沙磬，那丁沙磬开始就讲啊，当然丁沙的。52菩萨位内底当中，离梵告菩萨位内底当中，这种叫做丁沙磬。咱今仔日要进入了十教菩萨，一定要看无明业。伊就讲，因为这个人讲安怎，法是咧种菩萨，所以你破一个无明，啊建一个地，啊破一个无明，建一个地。迄个无明愈破，迄个地愈吼，二地、三地、四地、五地、六地、七地，一直去。所以呢，到第七地，伊安尼是正正，那第八地叫做不退转地，就是这个地吼。所以今日其实修学道来讲起来，外口物件拢是袂做嘅，外口物件拢唔做嘅。今日你也是一样嘅，你家己无精进，你怨东怨西，你讲要求神求佛，拢总无路嘅。求天、求地、求后壁、求皇帝，求到尾啊！你又要求头仔一空咧，啊！你头仔一空就求袂着咧。啊，虽然你头仔空求袂着，当然你有看着迄个无明业，你要求较求袂着。所以你今日五人在厝一般，迄个题目就是因为已经进入一厝地来啊。这个五人在厝，在厝就是讲因为伊住在这个厝地内底，厝地内底。一般，所以呢，当后摆出来讲，水不言，或者来讲啦，水自处水所自处平安乐，这点来做了解。水就是讲水，这个水的解释，这个水的解释讲，水言。这个水就是叫做水言，水所自处，无离对一个所在，无因为对一个所在，你离对一个所在拢相像。形安怎形？这个形就是讲无同的意思，这个形就无同意思。你今日来就叫安乐，你离你的家庭就安乐，你离你的家庭安乐，你离你的公司嘅安乐。你伫公司安乐，你伫公司安乐，你伫人文袂安乐，就无安乐。迄个长，即个长就是咧讲，无因为你对一个环境，你拢无去你了解，你拢无去落足自在。即个就讲心灵的意见。你心灵意境，你面对着什么境？迄个言随所自处，随所，即两个随言。你伫随缘，伫什么环境，伫什么立场，伫什么环境，你拢会去应用着。所以我其实较七真一个新人啊，一个铁开股，较早收工啊，去老母娘遐，讲天公讲天公迄个仙女足水的，讲去到老母娘遐额头。看一个仙女足水当一个脸名，都是用拍得到人间。就随所自处，因为伊心动者讲，这仙女够水，就要拍一个脸名。老母娘是实拍得到人间。人间创啦，平修拍得过去，伊讲安尼我这个习惯修无好，我咧祈福修，所以祈福，做祈福修啦，修习俗。所以迄个当中你发现啊，人就是咧讲，这个所在靠一个好风灿烂啊，甲看就是天在讲，伊个咧修啦，伊咧修习俗。所以呢，因为这个念头，就是你无因为你这个
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内底，这六音内底拢无叫念着。无因为讲人咧学了偌声，人咧学了偌好，我看伊甲要害。人咧配合我受伊甲要害。我看到这足水的，我想要落头；我看到这足歹的，我就厌。无即个道理。所以呢，随这个色、声、香、味，足拍的，好我叫偏方，嘿，足臭我就爱偏。香味，食迄个味好食，我去食一碗，歹食我就来食。上面我，嘿，叫我拄着我对啦。因为别人讲叫对身体好，但是咱就无爱食。先啊，你我个性，咱无爱个性，我先特别薄。所以呢，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，无因为伫这个环境的内底当中，你影响到我袂好。安尼变得啦，你文化内底当中变成平等。平等，随所住处平安都叫做平等。所以《金刚经》第23分内底当中，佛陀讲出的四法平等无有二他，证明阿妙得了三宝三菩提，以无我、无人、无众生、无寿者是一切邪法。所谓的一切邪法，证明一切邪法是名一切邪法。《金刚经》23分讲得足清楚。伊讲所谓的四法，即个法随所住处平安，即个法四法平等，平等无有高下。即个无有高下，高下就是叫做行，平等就叫做行，叫做行。哦，四法平等无有高下，即名，即个叫做啥物名？即个叫做无上正等之道。因为即个物件正等之道，即是。无人、无我、无众生、无寿者，一定要有无数相。而《金刚经》第3分，佛陀就甲师父讲：，说无题，用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是菩萨。所以《金刚经》第3分经到倒来，伊就讲：，四法平等无有高下，证明阿妙得了三宝三菩提。但是伊呢，即无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。当然，你有这思想，你毋是平等，你一定是无平等。所以呢，是一切邪法，就是一切邪法，证明一切邪法，是名一切邪法。所以呢，用修的一切邪法，但是爱要破一切邪法，它证明了实相一切邪法。所以袂使住这个物件，这个叫做随所住处。所以听来讲，其实咱这心，你若所有的物件。我想不出来，言，这个言气无好坏，好坏才是心。你面对着什么言，随所住处，随言所住处，你对着环境，偏难懂。就是你因为无互一切你的因缘甲你理念。迄个境界关系，咱而且讲境界惊死人。但是拄着代志笑死人，有影了无？咱两方面咱互对起来。我嘛是开始学这个功夫，但这个功夫好学，讲的真轻松的，但是其实真正要平切的功夫的真正不好。因为他伫咧心的以外，有今仔太太吼，今仔无来啦吼，啊，若是前仔吵吵了吼，啊，你到底是谁人吼？哦。有影来无明，有影行起呢？先哦，伊即个心啊，无通随所住处平安咯。因为在讲，一定力量，我拄着这个言，心念、经念、急后念，啊，逐日都啊细细念，听着有哪会袂够舒服？所以有平安乐有无？无法度平安乐。所以即个平安乐就是讲叫做自在，平安乐就叫自在。无量，平安乐对叫做自在无量的意思。自在无量，所以心经头一句就来讲这物件。我自在菩萨，头一句就来讲这物件，就讲这句出来。我从这个自在出来，其实咱无从这个自在出来。先啊，咱要无明来控制，咱要色来控制呢？
着这色甲你控制呢，这色甲你控制呢，咱是用规，咱是用规咧，咱毋是说规咧甲你操盘，咱是色咧甲你控制呢。这个色叫做主观意识呢，主观呢，你若这个色越强，你的主观就愈强，含这个主观愈强了，做伙愈歹斗阵呢，愈无好斗阵呢。伊讲的理由是方面的，为什么烧者烧死你？人讲烧者毋捌输咧，啊烧输是毋捌赢啦。啊伊较济，伊较济，伊伫伊观念上都安尼，无甲人烧者，伫伊观念上都感觉容易。伫伊个观念上，伊都毋捌讲有实个，是啥物原因？因为伊个主观意识，伊无迄个讲，伊家己确定出来，家己没有办法想他自己。换一个解释讲，硬克服，硬克服，有即款人无？因为家己想袂柔软，想袂柔软，伊个主观意识作用。其实毋是别人互伊个物件，是伊家己含糊家己个故事。我想讲，一切因缘拢来自家己，一切因缘拢即个心咧操盘。因为咱是转识生命，即个智慧，即个微妙起来，转识生命，合作人转识生命，即个微妙起来，但是安怎转都转袂起来，合都合袂起来，是安怎讲？因为咱真正无认清的，咱无认清的。无形清白，福建就走袂出来，你一定就走袂出来。所以这点咱一定要了解。你想学内底当中，上解重要。你家己爱做你自在主人，毋通互色咧甲你操盘，毋通你换入你家己的主观意识内底，换入你家己主观意识内底当中，和你做伙人足痛苦的，无好做伙，甚至你嘛害你家己。伊安尼。你要就讲大细声，袂你要就讲比就讲对啊。啊，讲出我无听见大细声。所以我较早咱即个主观意识，若以我即款的人呢，主观意识哪能是当呢？我等下想去打量，但我嘛知，但只咱想过是，就是讲过去因来听见中啦，过去因来听见。啊，所以咱大学有经时啊。较早看一个网络一个广告，迄个佛光山的证明法师，佛光山的迄个新闻法师，好无？这佛光山有大部分，那以咱台湾的佛教来讲起来，应该佛光山是算数一个啦吼。那佛光山内底当中，伊新闻法师，真少人几十万、几90岁啊嘛吼，当然身体嘛无好势啊，无介好势。但是当中呢，因为咱个人上老人吼，要大病啊，要小病啊，你控制袂好势呢。较早耶稣，咱台湾有一个叫做书记主教吼，迄个叫做圣老一个啦，迄我有看到伊个网络，伊讲吼，当时咧甲我顾迄个啦，顾到有阵时吼，大细声咧甲我歹，啊，因为吼，有阵时会甲踩错，安尼就对了。我身为一个书记主教，主教比牧师比神较大呢，较大呢。那伊咧道场来讲，起像60年级的，安尼好，有阵时啊，徛讲来讲我话，因为不知不觉又传老破打出，有阵时要行出去，不知不觉又传老出，但是见到无老出，就偏偏老出。控制袂好势，但是伊边仔人踩错，伊讲咱食落来，但感觉迄个有重量，迄个有尊严。但是新闻法师伊个边仔甲顾咧甲顾迄个啦吼，讲甲踩错，伊较歹，因为一个信徒伊甲讲，迄一个信徒，新闻法师，啊，即个甲广告出嚟了啊！我看我出来了啦，换别个人来啦。我新闻我所讲出话，恁即个人也看出吼，因为我剩一个咧我收到尔啦，剩一个咧甲我练成尔啦，因为剩咧，逐个人对我足好个啦。因为我出一个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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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出
我连要学修忍辱道啦吼，小忍辱啦吼，修忍辱道机会都拢有啦，我有这个念啦。咱上少当时伊个一个地主吼，好啦倒啦吼，听讲因个堂弟个，哦，迄个当时人咧甲分着讲，倒啊，倒3分钟厝就是咧害伊，3分钟厝就要甲伊安怎？我挂嘴，我就安那讲，伊是我修忍辱道是知识，你能看出来？我怎么想想吼？阮太太嘛是，阮也是要办我这个事，所以太太那个念的时阵吼，恁太太较厉害啦，唯有这个会甲伊念念，伊念别人后面无关系啊啦，点伊甲你讲好点尔，规太太甲伊讲真实话尔，我现在甲伊讲真实话，啊，讲真实话你听着袂舒服啊，伊若讲，伊是我太太，足可惜啊，你不要在发脾气啊，吼，你较大声我就。要大声，大家大声。其实你是咧受忍辱道的成知识。啊嘛，我惊伊会甲你念念，啊无啥物人要甲你念，我会讲。恁食到80岁、90岁，阿公啊，你边个孙啊甲你念嘛，囝甲你念嘛。啊若边个当中太太甲你念念，还是翁婿甲你念念，无啥物人要甲你念。好，所以我嘛是有咱提倡这个念法。好，所以免了随所住处行安乐。啊，就是咱今日这个功夫，你爱感谢你边个人要甲你念的人，感谢边个人要甲你成就的人，因为你捌有今日你来成就，无伊你无当修忍辱道的功夫。要随所住处行安乐，这个识，当伊发脾气的时阵，当伊无明的时阵，你会知影，你随甲察觉。察觉，你甲察着，甲察着啥物件？我这个咧行，我这个路面在咧行，你随甲察着对，你会随甲察着对。但是咱拢放无路面咧行，有影有影，咱拢放无路面咧行。我迄日我去倒来倒去一个头毛，啊，我遐中名一个某人，我讲啥物人？姓王的啦，伊姓王。啊，这个王呢，较早是做传干事啦。按一个，因一个哪呢？因一个姐夫啊，要做老师啦，伊咧做老师啦。我就听见，我离迄路中啦，我甲歹要甲歹着因迄个囝嫂啦，吼，因阿个，因大姑嘛吼，因大姑甲囝嫂嘛，叫囝嫂对嘛吼。哇，两个字咧，这个大，一个是老师，啊一个传干师。我惊甲含是足歹听，我拢念出来。听到讲，啊，你是创啊？啊，你食了伤饱，讲食了伤饱。我讲，等一下吼，一打一个面阿讲吼，啊，会去用伊表现吼，啊那。迄个当迄个细王，当伫个兴起头仔店遐伫咧坐，伫咧唱因乱窜，啊，你搁食伤饱，我就讲伊个好偌济不满，虽然人不是，我当个察着家己，哦，当伊咧无眠的时阵，徛伫路中，甲因家己的亲人，哇，较歹听，甲讲总骂出来了后，周遭个人有伊来咧听，伊拢会感觉歹势，因为伊真懂这个，伊真懂这个。当这个若约了这个起了，伊就家己感觉是歹势。所以这点当中，咱一定是修学过来这当中，要安对咱的心性，要安对咱的心性真正有帮助，要安把咱这个识真正甲学好落来。随所住处行安乐，这句话是真简单讲，但是咱继续看看，咱这世人过来，咱有曾经几处。做咱家己自己的主人、自在主人，咱有几处你甲看？有几处你甲是看卖？当咱学学乐的时阵，我看伊甲要害；当恁我嫌的时阵，我受气甲要害。拢总是安尼。有人甲你学乐，你也感觉自在无？有，你连生死牺牲当然都有。当人咧甲你嫌的时阵，你连受气
你连念头的动力都无，你昨天几个人做对头，人嘛挡袂了。所以伊其实受到毋是多只两个对方，受到毋是多只两个受到就是真正对家己的人过。我一摆遇到，我嘛上觉察着，我随觉察着我的忏悔。我随忏悔啊！我咧业无明啊，我知影，我会随忏悔啊！我马上随掠着我里面，即台电脑一定有着毒啊！电脑有着毒啊！你有一个扫描，你爱随去扫描，扫描你有几粒毒喺内底啊？药品来甲删除起来，若要删除起来，你内底电脑所有资料要食了，咱家己死活袂扫毒。你举的时阵，你有觉察着？但是咱拢放不出来，叫做纵欲，纵就是碰撞的，欲就是拄你家己无有去咧举。书本心地但无不先，西方气数分已经有这个讲啦以气数，咱甲做为啊，就咧称赞着气数分啦你的心地但无不先，以气数分，你的心地就是先。换一个解释，你今日去面对，你今日去面对历史，但是西方技术不了不要，西方对，西方对你嘛就真个嘛，西方对你心个尔嘛，咱想讲一句话，心灵作天堂，心嘛作地狱。你心，你今日去天堂，地狱对倒来，其实天堂甲地狱归心咧转。咱过去捌听到一个故事讲一个将军啊，去拜见着一个上师啊，请天堂啊地狱，要甲请到天堂啊地狱，有天堂有地狱吗？要请到这两个问题啊，迄个将军咧，就威风凛凛嘛，早起迄个上本人不是倒来盖倒啊，将军啊，所以呢。这个上军就问这师啊，我请教你一个问题，敢有天堂有地狱？阿弥陀佛，师傅讲，你这个你这参就是刀嘞，你这参就是太低的啦，你这若无成将军啦，你若有成将军，你穿个这款形体的，哪有成将军？迄个将军就脾气就严个，大声就你安尼疏离不用吧？该讲了，阿弥陀佛，地狱变去。这个将军，伊当然是为了请教天堂甲地狱，当然伊冇上好个意义。伊用听着书安尼讲，惊一个，这个地狱，哇！随家己随转来，非常的惭愧，跪咧甲师啊，师啊，过是忏悔。阿弥陀佛，这是天堂。天堂甲地狱同一一样，你要甲开死，我袂做，这个你今日去向忏悔，安尼你天堂。所以天堂甲忏悔唔总呢，天堂甲地狱唔总呢，当下迄个念头就天堂甲地狱。所以呢，气数书本心地但无不先，西方技术外，2000年经白求证啦欲怀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难得啊！而且讲欲怀不善之心咱若怀着迄个念头，迄个心念无好要念佛。咱讲一句讲，嘴念阿弥佛，嘴念阿弥陀啦，手念三字多啦要念佛到无着？念阿弥陀佛足简单啦。但是因为真正咧做阿弥陀佛的无量功、无量寿，敢有遐尔简单？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，毋是咧教阿弥陀佛呢？迄个咧太极嘛，咧阿弥陀佛，太极嘛阿弥陀佛，太极嘛阿弥陀佛。伊然咧讲，我太极要互你记死，伊嘛阿弥陀佛。咱较早咧太极的时阵我会记说，我囡仔时阵，我母咱太极鸡怎讲？做家做教无了时我被开悟，
开启哦好业做囝儿啊，有安尼讲无？拢安尼讲哦，做假做了是无了事，你咧做假做了，这是一个不行的物件啦。但是你这个世界咧受苦，但是因为我甲你开咧吼，你到你若去出世啊，好业做囝儿。啊，你讲你要好业做囝儿，你甲开始即个做是毋是更加承担？伊去做好业人囝儿，啊，换你来做迄只假，是毋是安尼？所以人的观念转袂过你条，而且转袂过。你讲对人良好话，你讲抬，你就是因为惊安怎会报复，对不对？我甲你抬伊，我甲你对我好话，后尾换你到打厝我报复，我就走袂离。所以这个观念是咱人的一个心理上投机取巧心。所以呢，欲怀不贤之心，其实咱今日会当参考所在。咱今日方面几多？咱今日好，无失众生的性命，无失众生的话，无失众生的性命，无失众生的话，无食众生的肉，无吸众生的血。咱今日这个心有善无？当然，这心嘛善啊。为咱讲，做假做假啊，做哪嘛就是要害啊，啊无。要创啊伊轮回来就是要还债，讲咱人嘛是要留好钱，敢毋是？好，伊是无法度理，伊无法度理，即种叫有失。我想讲一句话，迄只鸡你要甲杀，我从欢喜要你杀，咱无错。迄只猪你若要甲杀，伊若我从欢喜要你杀，咱无错。迄只牛你若要甲杀，伊若欢喜无错。我请你们讲。要甲开个竹心，哪有对一个竹心讲我从欢喜要杀，你较好？你只鸡是因为夜走走无路，遇到你掠着呢？你甲看，我拄则哪来的时阵看 YouTube， 动物奇观。好，咱开来讲，你计看，你听你讲道理啊，啊计看什嘛是一寡资料。好，看见迄个肉肉僵尸，迄种的恐怖。迄种的残忍，迄一只牛一只羊怀孕，一只羊山羊怀孕，迄老虎怎啊加来，马怎啊跳飞，迄囝仔走出来。你看迄个残忍的，我咧讲是事实咯，世界动物奇观你甲看。好，马怎啊跳飞，羊仔甲跑出来，怎啊食食，有恐怖无？但是我真咧想讲，啊你伫咧翕以前你嘛看走，互伊甲食，但是我提讲吼，因去咧翕迄个物件，迄叫做食物链，恁拢袂使去甲赶，啊嘛袂使去甲安怎，因为讲你甲赶走，伊无能说会好死，嘛伊无死嘛伊爱死啊，啊是讲叫做食物链，但是你看起来安种有够残忍的，好，你走无哩。生啊，但是通常来讲，约着人走面，因为后白山走太紧，但是伊咧走是走底路，伊袂使走面，用迄豆米，到要到冲安尼，那种约来，伊食袂着，变成怎好？变咱食草有耐力，所以会当走远，会当走久，但是伊食草食肉。因为伊有冲咱有耐力，所以因为伊走袂远，但是伊就冲你走远。伊若冲到几公尺秒，冲去了后吼，啊你走无。所以呢，咱看起来有影不使。所以今日欲怀不贤之心，咱怀是一个清净心，咱怀是一个清净的，咱怀是一个清净心。对，咱怀这样是一个阿弥陀佛，无量更无量心一粒心，相心。你怀这个，就是咱凶恶、残忍，就是不善、贪嗔痴慢疑这物件，这叫不善之心。你念法不顶落去嘛无落去啦，所以这点咱一定要了解，吼。来，咱继续来甲念这篇吼。
金权先知识，金权先知识，先读实学，先读实学，执行实办，执行实办，后读不暇，后读不暇，乃个8000，乃个8000，念念建设，念念建设，相形并得，相形并得，道如欢喜，道如欢喜，便道弥陀，便道弥陀，书本但行实现，诸君但行实现，何书敬愿往生，何须敬愿往生，不断实恶之心，不断实恶之心，何佛即来迎请，何佛即来迎请，让我无心顿发。让我